第9章，保留傳統精髓，贏得客戶跟隨。五帝 Pilus 喺2007年接手之後，曾經提出喺製造材料上作出改革。現今要揾新人入行非常難，年青人冇興趣困喺濕立立又嘈吵嘅工場工作，即使我哋自己家族裏邊嘅第3代，相信都冇人願意再走入工場去學打丸。Pilus 無奈咁話。Pilus 認為，若果轉為自動化生產，就可以解決咗傳承打丸技術嘅問題。但係與此同時，原材料嘅品質控制就必須做好。公司喺未來只有2條路可以選擇：一係放棄自動化，沿用傳統方式；一係喺原材料裏邊動腦筋，即係加入其他成分，唔再係100% 牛肉。Pilus 話：我當時想過加入大豆做牛丸，更加曾經一度付諸實行，但係因為打出嚟嘅牛丸豆味太重，負責打丸嘅4哥覺得唔妥，最後仍然堅持繼續用100% 牛肉。故事發展至2013年，外國發生咗震撼全球嘅馬肉事件，一啲牛肉食品被驗出咗馬嘅基因。換句話講，就係牛肉食品原來係用馬肉做嘅。當時大埔振興肉丸嘅產品已經喺超級市場上架，超市於是為已上架嘅肉丸進行成分測試。測試結果係大埔振興肉丸嘅牛丸係100%嘅牛肉，而其他品牌嘅樣本就有牛嘅其他內臟，甚至有啲竟然驗出豬肉或者係雞肉成分。當中發現有某品牌嘅肉丸竟然完全冇牛嘅基因。呢次事件令大埔振興肉丸立即聲名大噪，讓市民普遍認識到佢哋嘅貨真價實同埋品質上乘，亦都認定咗佢哋係間良心企業。加上正值海關推出咗商品說明條例，所有食品都需要標明所含嘅成分，喺保障消費者之餘，亦都讓大埔振興肉丸多年嚟嘅堅持有咗回報。當時振興仲自製咗一啲宣傳單張，俾向佢哋取貨嘅街市檔主張貼喺檔口當眼處，令消費者放心購買，同時收宣傳之效。大家可能會疑惑，原來食落肚嘅牛丸可能唔係用牛肉做成嘅，咁呢間大埔振興肉丸係點樣堅持用上100% 牛肉呢？明哥話，爸爸教育程度雖然唔高，但係就有魚商嘅氣度，最起碼嘅係真材實料，又或者俗語所講嘅千祈唔好呃人。當年開設牛丸工場，目的比較單純，只係為咗糊口，為咗揾食，同為2餐而已。但係陳爸爸經常向兒女分享，做人必須堅守原則，凡事推己及人，產品要名副其實，過得自己，過得人。因此，大埔振興肉丸一直堅持真材實料，從冇加入其他雜肉或者化學物料。呢個從觀念到行動，最後慢慢成為經營理念。喺明哥接手之後，佢認定呢個係大埔振興肉丸嘅核心價值。雖然成本較高，但係大家都願意承擔，並且係維護呢個企業文化。明哥語重心長咁話：時代唔同，商業發展需要大量生產，當中難免要犧牲一啲舊有嘅傳統元素。但係有價值嘅舊事物依然彌足珍貴，亦都需要好好珍惜。公司多年嚟都只係想成為一間穩打穩紮嘅良心企業。我哋做食品起家嘅，更需要對食材有堅持，先至可以喺市場上站得住腳。大埔振興肉丸嘅堅持，既贏得客戶嘅信任，亦贏得持份者嘅敬重。俗語有云：大丈夫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。
企業經營亦屬如此，唔能夠單單為利益而放棄宗旨，堅持產品質量必須有為，將貨就價就有所不為。消費者眼睛係雪亮嘅，蒙混手法只能夠欺騙一時，真材實料先至能夠贏得客戶長期支持。創業者必須放遠眼光，切勿追求短期利益，否則必以失敗收場。振興肉丸能夠屹立不倒，皆因領導人有堅強信念，並且付諸實行，先至能夠造就一門擺得上台嘅事業。企理小總結：緊隨老爸的指引，過得自己，過得人。營商宗旨要揸穩，不為牟利而揾笨。質量是長青主因，減料是永不可能。市場歪風不可跟，振興就是這麼近。